是安泰兼保身的。我今日烦恼阮阿娘，阮阿啉的落，不如我着死死的甲规划。姊夫的代志，你莫烦恼啦。我想这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。姊夫哪有可能去害人呢？人吃咱的药啊，中毒死。我是惊伊讲我，咱若有理，嘛甲人讲袂清。无遐严重啦，即马关老爷都还袂定姊夫的罪。人咧讲明察秋毫，这件代志到最后一定会水落石出，还姊夫一个清白啦。迄个关老爷是靠袂住，迄顶一摆，伊嘛是安尼糊里糊涂，将你占袂也袂记个记伊的。这摆阮两个落在伊的手头，我惊伊会黑白破。万岁，阮两个，这届都还无命。袂啦袂啦，你想看卖？姊夫平常时啊做遐尼济善事，伊看足侪善车的病人，拢无共收钱呢。伊遮尔积德，不做一定会保庇伊平安无事的，哈。希望是安尼。阿六个啊，阿六个，若是忝哦，先去困啊。袂用的啦，我会留在遮啦。啊，即摆店发生遮尔大条的代志，我若无留在遮，万不幸发生什么严重的代志，是什么人要应付啦？只要我甲金凤就够啊啦，遮尔嘛，无人会来买药啊啦。你先去困，明仔载啊，较早起来就好啊。好啦，无恁若困啊晚，啊我较早起顾店的啦吼。好。呀！我样样会想到一件代志呢。哇，你讲哦，我看到甲银行斗阵去看白面的呢。阿郎，你讲的是毋是东家的少爷？对啊，就是伊啊！我有看过伊来咱的店的啦。我总问钱头家，迄个白面的是毋是来看病啦？结果钱头家甲我讲无啊。嘿嘿，我就感觉奇怪啊！我总顺足出了门口，迄个白面的敢有掩身术的咧？说一个是啥，谁无坏人啊？阿六个，听你安尼讲，迄个董少爷到底是咧咱店的创啥？哎呀，照我的判断，若无唔对吼，有可能是银行甲迄颗白面的两个斗空好，势要来害恁姐夫的啦。因两个斗空？阿郎，代志还未调查清楚以前，你莫别乱用，才袂冤枉好人啊！阿姊，咱毋是人呢，咱谁人都爱遵守人的信用。想袂到你讲出这款的话，感觉咱一点仔姊妹啊情拢无啊！你走，请。我唔走，除非你答应我，你以后袂搁再害人。以后你行你的，我行我的。你若是要做，做你去做，千万别干涉我的代志。大家当作咱是无熟识的缘分。金凤，你是安怎？无啦，我无代志。金凤啊，我咧想，敢真正是文凤病的，伊遐尔混乱，为了保护，叫董公主下毒害咱。我嘛认为讲是银行咧变鬼，也毋过，伊那毋是绝对负担，要去害死遐无辜的性命咧。我明仔载就要去找文凤，问伊是安怎遐尔残忍，用这款手段来报复。就乖。问嘛无路用，咱也无证据啊。伊若是毋承认，到时阵你毋是加歹看。有人伫无？
有人伫无？奇怪，因来放空爷啦？有人伫无？是你来啊？哪会遮尔晚？哎呦，我本来就倒落面床顶伫要困啊，也毋过安尼翻来翻去困袂去，所以我赶紧拼来遮。真的啊？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是？有哦有哦，真要紧哦！哎，恁坐咧，我慢慢来讲互恁听，好？真的啊，兄弟。好，罗兰。阿英啊，因小话云峰咧爱你，你知影哦？我相信你心内有数啦，而且金凤姑娘，你应该也知影了对啦，哦。云峰的个性足倔强的，伊因为爱袂着，所以变成婚。这个婚啊，不是普通的婚，是亲像火遐尼危险，所以我才赶紧拼来遮提起恁两个翁仔某，恁爱甲细致。我知啦。伊满北的婚火啊，若无赶紧泄露甲化解哦，唔知什么时阵要搁烧死偌侪人咧，迄个时阵足可怕。孙女，你对金凤的温情较大天，金凤唔知要安怎报答你较好。免啦，我这个人哦，做情好人，无仰望人甲我报答。但是讲，你若惊欠我的人情哦，啊无安尼，你留我做愧早囝，啊你留我做愧早囝，定免欠老爸的情啊咧。哦，阿爹在上，请受查某跳100。老爸，去！真好，以后啊，我这个愧别啊，通互你靠，万事免惊，我请我帮助你逢凶化吉，哈，互你翁仔某一世人幸福美满。多谢张人爸。你叫我丢人爸？我是啥冒事啊！我是啥冒事啊！啊！我收一客早囝，搁趁一个囝婿，安尼我人生就满足啊！你唔通上紧满足，你收这个客早囝，会甲你母甲母煞煞。你唔免甲我吓惊啦！我老神在在，什么款的困难哦，我福州在都有我都通排解。是，你莫讲大声话。哎，这届的代志哦，哪敢若落小雨尔，会做风台哦。你唔莫你搁咧碰来冒气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什么外大风台雨我都捌拄着，哇，你惊！好，安尼上好，而且你拢有听着，后摆有啥物代志，你着提醒你。孙女，歹势啦，孙女，以后若有代志，请你多多帮忙。哎呀，莫讲什么帮忙啦，大家互相啦。我若做得到的范围哦，我会尽力去做。一言为定。斑马难追。变啊，已经变了。当你讲啊，你的面哪会变到这尔歹个？规个拢烂了了，比鬼更较可怕。我一个破想，银行，你为什么唔肯走呢？为什么也唔离开我？小宝，无爱，我无爱离开你。你等下冲啥？你走！你走！我知影，为什么拢知影？小公，我对不起。对不起我，是你良心已经发现，也是你在同情我。我看一下好无？来，你的面，我看一下好无？无，
好我看卖，小哥，好我看卖。你侬，我跟你上桥了，你侬。小哥，你会阁甲我赶走无？唔走，你还是要离开。小哥。师傅，食饭啊？嘿，安尼拢你得来，啊你若姊咧，伊是我去外宿。唔是啦，阿姊当着胎气，我为了替伊安胎，无爱回后边人走，所以我代替伊来。这鸡汤哦，是阿姊亲手炖的，互你啉的，来。哎呦，我这个宝贝仔某，拢是怪我唔好。顶下阮两个冤家，啊我伸手甲拍，唉，希望天公伯啊保庇，互伊平平安安将我的囝生出来。师傅啊，阿英交代我甲你讲，讲你开药还价药啊，绝对无唔对。哎呦，敢若阿英讲无较抓啦，关老爷若无派人去调查吼，嘛是无路用。有啦，已经调查过啊。阿英爱我甲你讲，请你放心，这个案件跟咱店的绝对无关系。迄拢是阿英讲一寡好听话咧安慰我的。师傅，代志唔是你做，就唔是你做的，你还对家己有信心吗？啊，毋过病人因厝内的人，硬讲是食咱店的药啊中毒死的。验尸的报告，到即摆阁袂当确定是中毒死的啊。唉，总讲一句吼，我是被奸所害的。我又过来啊！是你哦！哎呦，遐我搬山去你也知影？哎呀，遐。我知你一定会来，但是想袂到你会来遐紧啊！现在要算啥？婚姻，婚姻，一点婚我毋是替你算过啊！你搁替我算看卖，我含一个死长的公主有缘无？我能当结合无？无可能咧！是安怎无可能？你解释互我听。你爱人，但无爱；人爱你的，你无爱，你当然袂结局啊！我唔相信，我绝对唔相信。信唔信这是事在人为啦！我可劝你唔通为着爱情飞飞乱做，你加做一寡善事啊，安尼才会能保你永寿。也若无啊，连你的本命都会出问题哦。偌济钱？普通人来我算啊，我收伊2000钱啊。呀，你啊较特别，我爱收你5两银。是安怎得来遮济？我保你一条生路咧，救你一条性命，安尼摕你5两，阮哪有可行啦？后摆莫过来啊！阿爹啊，我甲你送饭来啊！啊，你莫来一骹步啦，啊无你就看到李小妹。我有看到伊。那安尼你是我甲伊相见的款。爹啊，阮姊妹完情，当时才会当洗清。人咧讲脚若踏入公堂内，用高价武去拖，安怎拖你就拖袂出来。啊，袂用的啦，你要想办法替伊排解啊！这代志啊真严重哦，这种官司啊真歹排解啊。恁姐夫今年犯太岁啊，才有这种落寞之灾啊。落寞之灾，啊是爱安怎做，才当保庇平安无代志咧？是啊，我想看，哇，无解。期待予我找到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
不死。阿老咧，嗯，唔能够带做咁做。哎呀，他你讲的是对唔对啦？5年是苦呢，甘做是甘的啊！啊，你安尼翻来翻去哦，药房无人安尼开的啦。你听我就无唔对啦。哎呀，啊，钱头去用关伫咧家族内底，啊，药我后白开，是会闹出人命呢。哎呀，你到底会晓未晓？阿姊嘛，你放心啦，阿英的意思是无问题。阿英，我看你忝啊，我来替你看好不？你最近拢困无好对无？是啦。你暗时要困的时阵，唔好别乱想，唔好食受刺激的物件，有时间就加出去行行的。我困一间安心的药，互你食，安尼就好啊。阿英。我问你，你的意思是甲啥物？人今仔替你看规工的病人，连一杯茶嘛无啉着，你阁对我遮尔歹。啉茶啦，也毋过你嘛是爱照是照啦。你的意思到底是甲啥物？你是要叫我招啥啦？啊，人这是算啥物意思？啊无，你哪会晓对人看病？啊对，甲你学的啊。平常时啊，我会家己看药册，抑阁有你看病人的时阵，搁踮在边仔看。我甲你偷学的啦。你若毋较早讲，真哪有啥物通好讲啊？我是看你今仔足忝的。我想要替你分担一寡，这叫做夫唱妇随啊！歹势啦，是我误会你啊！你真正是我的好朋友。阿肥啊！啊，你还未出去化验啊？我即摆就要去化验啊！你若要出去化验哦，食物件爱较细腻的。听讲城内咧流行咧传染病咧，真侪人咧顶头下流，抑佫少侪人死咧。迄毋是传染病，迄是有人下毒。下毒？哎呦，哪会遐夭寿啊？啊是啥物人心肝遐歹，害啊侪人破病啦？咁要钱啊良？可能咧，伊即摆掠去伫咧关咧。也毋过哦，伊嫌疑上大。今仔照这情形看起来哦，若无赶紧掠到真正下毒的凶手哦，这声钱仔娘会掠去关啊头毛四杀母啦。真的，你敢知影是谁下毒的？你问我，我也才要问你咧。你甲我讲，你知影什么人下毒的？钱仔良啊，无伊哪互人关呀？嗨，伊是冤枉的啦，伊证据不足你咧。你甲我讲。到底是啥物人是真正凶手？你甲我讲，我马上暗中来甲调查。无证据，嘛袂咧黑白讲。无证据，咱哪会用来找啊？伤害啊啦，电视断掉啊啦！有人伫西门前口水内底下毒，附近的地遐的水哦，全拢中毒啊啦！阿贵啊，这些代志大条啊，你袂用无管的啦。阿弥陀佛。较紧嘞，较紧嘞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启明元老爷，有5个中毒较深的已经现死啊，另外有36个啊，顶头下啦，病情真严重啊。迄都奇怪啊，我做官做20多年，也毋捌拄到这款代志。我够听的啦。哪样？金凤是传染病遐，毋是传染病，是中毒。去叫科学准备一寡胃肠药啊，止这病人的吐甲瀉。
好，我随来。高行好。安曹囝，阿爹，你来了拄啊好，今麦病人愈来愈多，你今日当啥工啊？免着急啊，先等来啊！安曹囝，你药方哦免搁开啊，莫弄塞啦。这粒葫芦啊是布袋下箱的，内面啊有救命露，啊你先摕去，互伊每一个人啊啉3喙啊，然后叫因转去，才食你开互因的药啊。也毋过病人遮尔多，这葫芦内底救命露，敢毋够救人？你唔通看这葫芦一粒仔带呢，这是处之不尽的，啉袂完。来，赶紧摕救人。好，我马上去。来，豆来，大家拢有来。会记了啉3喙哦。阮来讲你，等下。哎呦喂，啊你是安怎啦？啊我也毋是鬼啊，你看到我随便去啦，你要过来找你人上，害人你害着家己哦。你既然甲迄个人注定无缘哦，你得看看。对，你来看看，500年的修行是真无简单的。你若只是帮助你化为人形，结果你稳将修无，想要破坏你阿姊的幸福，安尼做敢对？小回想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听无。你莫个加生啊！你卡算个继续做歹代志，害死一寡无辜的百姓，阮胖师兄出去甲你收治。哼，我已经讲过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听无。现在，你讲伊是修炼500年的妖精，真是咧？我嘛毋知是真的啊假的，阮胖师兄甲我讲的。是啥物妖精啊？白银妖精。白云变妖精哦！哦，无怪伊贵姓。小公，小公，小公，你等下要创啥？这是我的厝啊，我当然嘛要转来。咱的缘分已断，我早就叫你离开，你是听无见？咱的缘分，久久长长，永远拢袂断。我永远拢袂离开你。你莫搁讲啊啦，嘛莫讲遐尔好听的话。我的寿命只剩半年，敢讲你会当陪我到永远是？会，我会当陪你到永远。要安怎陪？你讲。你若死，我就陪你做伙死。金龙，小公，小公，金龙，你心内所爱的人是阿英，不是我。不是，我敢若爱你一个人。来，小整整的，小滚滚的菜包馒头来，给，你把小猪，要，
来来，天呢？喂，你是不是要讲有啥物代志？爱我甲你斗相共？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来来，这好了好了，顺水吃饱啊，顺水吃饱。哎，我看无顺哦。顺的啦，顺的啦，正讲顺的啦。阿妹啊，听讲文峰是妖精，敢讲金毛是妖精？借问一下，遐高头，你唔是讲顺食饱啊？人生这个嘴啊，除了食嘛是要讲话呢。也若无啊，天公伯会甲你责备哦。因拢是人，唔是妖精啦。啊，你咧骗？好啦好啦，你若讲人，伊就是人啦。亲像金凤姑娘，也是善良的女性，你敢讲伊是妖精？阮客早囝当然是人啊！假使老人讲伊是妖精，你们在后面那个变到对。遐甲阿姊照顾好，咱叫伊当日代志啊。我知啦，阿英，咱住的所在，即久唔要去整理啊。你有闲，等你摒扫好无？好啦，较等店的，若是较无人，我搁等伊摒扫。先生，先生，叫我已经请好啊，伫咧门口咧等啊。阿姊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，安尼对身体无好。行，等来看书吼。天公，迄天公伯啊，实在是无目睭。恁姐夫是好人。毋知什么人夭寿困，下毒害死病啊！害恁姊夫去互关起来。我若想到安尼，我真伤心，我实在做唔惯嘞。阿姊，你莫阁哭啊啦！若小姊夫看到你遮伤心，伊会比你较艰苦呢。哎呦，姊嫂啊，莫顾哭啊啦！迄叫你外口等真久啊咧，好人出来啦吼。我今仔较细腻哦。我知啦。阿六个，较咱店面若是较无人，我等去阮厝的摒扫一下，看一款物件。安啦，你做你等厝摒扫啦，店的有我伫的吼，袂用讲去啦吼。嘿，娘诶，我若唔食，爱食。哎呦，我这个心情，要叫我安怎食会落去？袂用的啊，姊夫，加减来食一罐，来。就是啊，爱食啦，袂用去无食的。迄人咧做，天咧看，你也无头死人啊！天公拢知影，你绝对会无追出去的。来，咱爱食。水某，我互关入来了后，才知影你对我上好。安尼若知就好啊，爱乖乖听我的话，加减来食罐吼。无的。我烦恼讲，唔知食饱饱，怎做饱鬼？啊袂啦，你袂死啦！有看都是贪到你好人，阮遮面须头要嫁你，所以你袂死。水某，你对我遮尔好，我已经饱甲醉啊！来，紧互我揽一个，互我烧一个。写来最近又阁有真侪人中毒。关老爷已经去调查这件代志，若是会当抓到这个下毒的人，代志就会当水落石出。水某，若真是安尼，我都袂死啊！这嘴大的。我丢到啊！伊才予我找到出路，
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孙呢？真神啦，算命啦！哎，轩大，你又要算啥命啦？唔是要算我的啦，我是要算阿英最近的运动。阿英要算运动，我到阿英是安怎啦？啊，我来叫你来替算命啦。我也知，我哪知影算命先我做就好啊，你敢有心理？我咧食饭伤用啊，无瘾算。你一定爱算啦，你若无算哦，我袂放心啦。我胖师兄刚叫我来看阿英啊，也无交代什么代志，我只要来请教这个先呢。是安尼哦，也毋过爱有阿英的八字照我都通看啊。有啦。系啊，系啊。安怎？是有代志心？不妙，不妙。轩大，大头你甲我过来，我咧药房看卖哈，阿英可能有危险。真的呀？规日啊，当收收的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收就收啦，我专做一寡来了解生理啦。阿奶，阿奶，阿英有伫厝？阿英无伫啊，讲要伊的身厝整理你的，啊顺便款一款物件倒转啊。叫我久啊？这个死神有无？死神啊！阿秋，阿真的啊，我咧拍骹球，你还拢无反应啦？哎，你冷着啦，3价钱钱就好啦。唔是啦，我拍骹球，我是惊阿有啥物歹空的啦。歹空的，阿英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在，我算看，我算看。啊，我知，轩大，即马阿英哦，伫用新厝咧听候你去因兜佚佗。真是的，叫唔姑娘，啊，你的新厝是伫对？我昨天来，嘿，我嘛要去。慧英诶，你即马有心地诶，阿英身厝遐尼远，你踮咧厝休困就好。我是惊讲你会走来走去，受热受忝，万一若是当日歹去，安尼就唔好了。可人，你照顾头家娘，顺续点要顾好。会啦，做恁去啦。会啦，只要有我伫了，安啦。阿英，阿英，阿英，你安怎了？阿英，阿英，辛苦呀，请问你名？阿英，我可真没看来。也袂足甜的，我气足虚弱的，那个负担药店急救，紧的。哎呦，技术啊，大你免不行来行去啊，免烦恼来做你啦，做你啦。我免他坐会调，我若会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到即马阁唔知影。阿英去遐尼久还袂转来，现在啊，我小弟一个人尔，我免来袂烦恼啦。真少啊！当阿英啊，住遐所在，你也毋是捌去过啦，一段路遐尼哪远啊，都无你用爬过，哪有可能遐紧就倒转啊啦？我看安尼啦，你先入内底休困，我甲先来遮等就好啦。这啊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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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内底休困，伊来等下我再甲你叫啦，吼。阿姊，阿姊，来到山间的啊！阿姊，阿英嘞！哎呀，来，来啦！你甲我扶你紧的啦！好，来，进来来，你甲我扶你我要甲治疗啦！哎呦，你打手要创啥啦？你等你别安急啦哈，去毛先甲治疗看嘛，才阁讲啊。小师傅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阮阿英哪安尼？阮去伊的厝的时阵，就看伊昏倒伫涂骹，我嘛毋知是安怎。奇怪，阿英的每个行动，气血拢足虚的。我唔知伊着有啥物毒，但是一定无足深的。
我唔知要安怎医呢？啊，这严重哦！哎呦，啊偏偏这个时阵钱头家用关伫咧笼仔内啦，啊若无钱头家伫的吼，就会当开药阿英食咧。哇，这声食力啦！你看阿英有要紧无？我唔知啊。金毛，我若用即嘛是安怎？我若用即嘛是安怎？我即下车阿肥啊，摕救命落来，吼！哎呦，阿肥啊，叫上主啊，你记，好罗一手啊，我摕了。阿英啉一个，阿英即摆人昏迷不醒啦，无啉这救命咯，穷家以后就无医啊啦。阿英是中毒，我葫芦内底这救命咯，嘛无法度救。你这是咧讲啥啦？什么连你的救命咯，无法度通救阿英，你也唔得起了死，足害呢！啊，你明知有危险，啊，你这唔早讲，啊，即摆代志发生了，啊，袂有通期看要安怎着啦。贤内，你稍安勿躁。我知道有一种稀世珍宝，可以救阿柔的命。稀世珍宝，师傅，请问是什么宝贝会通救阮阿英的命？在峨眉山金顶的弥勒洞里，有一株千年灵芝，千年来，它吸取了天地间的日月精华。能够治百病、抗百毒。如果能到得到这一株灵芝，阿荣的命就有得救了。啊，离峨眉山弥勒洞内哦，迄路途真远呢。不但是远，最重要的，这一株千年灵芝是布袋师发现的，他已经守了半辈子了，是准备在弥勒寺建成之后，恭迎这株千年灵芝作为镇寺之宝。不知道布袋师可不肯割爱这一株千年难得一见的灵芝，给阿荣解毒救命。胖师兄，救人济世本来就是佛家的精神，布袋师应该不会见死不救吧？你歇，你又不是布袋师傅，布袋师傅又不是你，阿荣能不能得到这一株千年灵芝，起码你也要问问布袋师的意见吧。师傅啊，只要伊若肯卖，我财产拢卖掉嘛无要紧，只要当救阮阿英的性命。你想买，恐怕布袋师他还不肯卖呢。啊，无安尼，我来去求伊。你去求他是好，就是怕那个布袋师啊，他不肯答应。为着要救阿英，就算要叫我上刀山落油鼎，我嘛一定要把千年灵芝摕回来。我若是摕袂回来，我甘愿死在峨眉山金顶。既然来啊，你就入来，莫等那鬼鬼祟祟，那亲像贼仔。小女子的相公被奸所害，伊即马中了剧毒，昏迷不醒。小女子是特别上山来求师傅将灵芝赐予我，互我转去救伊的命。什么人甲你讲？千年灵芝会当解毒治病？是布袋和尚指点的。你这个千年妖精，竟然敢借布袋和尚的名号来我美丽洞企图拐骗！千年灵芝是未来美丽寺的镇寺之宝，哪会用你凊彩就送？你紧转去，美丽洞是我清修一地，你不可久留。师傅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将灵芝赐予我，你让我转去救阮相公的命。
千年灵芝是要保佑千万信徒众生，袂用你干那救恁相公一个人。师父，阮相公中毒足深的，若是无灵芝救命，伊会死啦！我甲你磕头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啊！去啦，枵精一辈，无资格向我跪拜。请师父开恩，金凤愿意投入师父门下，用心为师父效劳。我无受枵精为毒，金凤愿意重金交我。千年灵芝是无价一宝，哪会用你买呢？我是安怎才能得到灵芝？师父，请你开条件。会用的，你受我受福，带回天庭论罪。恁相公剃度出家，入我门下为徒，你愿意无？师父，我甲相公相爷的感情非常的好，我所希望的是这世人会当好好甲伊做翁某。若是我这个愿望会当达成，等替阮相公办理了后，我会来师父面前，无论你要安怎处罚我，要安怎对待我，我拢无半句怨言。你讲安尼好无？这是孽缘，本来就不应该发生。阿英中毒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这是业障，劫数难逃。师父，今后愿意代替相公接受任何的处罚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甲灵芝予我。我讲袂用，就是袂用，请你转，莫妨害到我的清修。你这个死徒，你假回想，我甲你跪啊跪，求啊求啊，你到底是要安怎要甲灵芝予我？免阁讲，你紧走，惹我想，你就行袂出我的洞门。伊真遐尼甘心，甲千年去交互你哦。唔是啊，我那个求伊拢无我是用抢的，伊即摆在后壁一直追来。无要紧，你先回去，才到我来动就会使啊。好。嘿，这是咧创啥啦？师傅，你闭关哪出来？是啥物代志？遐尼紧张啊？我即摆无这时间甲你讲这啦，我要对一个姑娘啦。哎呀，你是咧创啥啦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你哪会看到水姑娘就要讲录的？哎呀，你是咧讲啥？你偷摕我千年灵芝，我要甲捉回来啦！啥物啊？他拄迄个姑娘有在了偷摕你的千年灵芝哦，啊伊摕要创啥物？讲要互伊相公哦治病解毒的。啊，我甲你讲遐多是要创啥？拜托莫动怒好无？迄是我的电视一部，我无就回来袂用一啦。拜，闪啦！有好，一定好。金凤啊，拄啊摕这千年的日子回来时哦，我给他闻到，哦，精神百倍，人活爽快呢。会使讲是吼，我这世人第一个闻到的啦。这摆就是装好势倒出来哦，哦，给他闻到那味哦，我爽。迄两个细阿肥啊讲哦，给他小可安尼煎一下，哦，心凉鼻透开呢。所以我相信，哎呀，啉落哦，绝对有效，有效。